咱今日要录这俗语的时吼，昨我有接到咱的一名制作罗文生敲一通电话，讲叫咱都爱讲一句迄俗语啦。啊，我感觉吼是无啥道理啦。我当作互恁听看卖咧啦。好啊。伊讲做有人写甜羊，无人写新娘，你看敢有理？有人写甜羊，无人写新娘。真正无道理。哎呀，咱伫咧俱乐部吼，有时拢有当看到啊。迄有个人酒啉啉咧吼，小姐共带出场。不但酒钱签咧，小姐钱还咧照常签落咧。这甲迄哪有关系啦？是算讲带出来带含带一暝尔，啊，人个新娘毋是呢，新娘是久久长长要做翁某的呢。带一暝都无算哟，你无听俗语咧讲，一夜夫妻百世恩啊。我听都会贵。人个这个新娘甲迄个新娘无共款呢。人古早咧讲的话就是讲。有人写甜羊，无人写新娘的意思，就是讲哦，这甜羊哦，佫较无钱吼，会使用写。但是哦，若要娶新娘的聘金哦，
袂用去用写的就对了。哦，我感觉无道理的，就是伫这个所在。啥呐？要亲像顶2天啊，咱导演因后生要娶某啦，啊，伊毋着去甲寒店，哇，导演着通去银行去借一寡钱呢，哇，我着做面子呢，我着甲送尔呢，啊送结果吼，对方吼骗金回，佫回倒转来，导演做啊做遐钱吼，结果摕去还银行啦。哎，真正迄款的，迄新娘咱毋是用写，新娘都根本免钱情送啊，你的。袂安尼讲啊，人好亲情啊，所以爱娶来前爱共听，知影无？啊，但是话佫讲倒转来，迄个骗金嘛，如果女方若要甲收，伊嘛是感觉爱互收啦。哇，啊那迄阵啊，都爱标回来探啊，啊安尼即句俗语有水。对，免去写猪油，免去写新娘。